这个名翠女文婉啊，伊到苗栗白沙屯供天宫去拜拜，常常有人将抽到的签诗啊，钱入伊的手内底。伊一看这个内容，哎呦，这运有够歹的。但边仔这个艺工看到这个过程来解围啊，伊将这个乌白台的签诗摕来裂掉、弹掉。艺工就讲啊，这是有人歹心，互你看歹运的签诗，等你心情受到影响，对方就趁机会推销，帮你解运，会当领钱啊。资深媒体人李文焕到苗栗白沙屯供天宫拜拜，讲拄到奇怪的代志。参拜过程拄到一个妇人人甲话，讲硬要予伊一张签诗，讲是老师要结缘。看了一下那个签诗，就不后悔嗨。那当然心里就会觉得毛毛的。有一个义工先生，他就走过来，然后他就说：“这不是你的签诗。”对吧？我说哎，不是啊，他就马上把那个签诗拿走之后，然后在我眼前就把它撕碎，然后丢掉。伊讲迄张签诗毋是真好，听另外一个解签的师兄了解状况，讲是庙里有毋正人假通灵，要互人惊吓，借机会要来骗财。另外，佫有人讲安尼甲签诗互别人，会当甲歹运过互别人。下签塞给民众，企图将不好的运势转嫁给他人。平常时供天宫拜拜的人袂少，庙里的职工讲，确实有看到李文官来拜拜。他有来在那个大殿那里拜妈祖，拜很久。多的签诗我们也没看到他抽签。有信徒塞东西给他，有看到吗？那个我们都没有。他并没有向庙方反映，所以庙方这边也是后来才知道了这个讯息。供天宫表示，民众来拜拜，若拄到无熟悉的人，硬要互你签诗，就赶紧找请制服的庙方人员反映，庙方会协助处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